自2024年9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等待时机重新出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2章第10节到23章21节。亚舍的老母阿他尼雅，一个知伊的囝受杀害，就起来剿灭犹太王室所有的后代。毋过，约兰王的查某囝约示巴，将亚舍的囝约阿斯对遐个受害的王子中偷抱出来，将伊甲伊的年某藏伫圣殿的困房，要互阿他尼雅知，互约阿斯免受杀害。约示巴是亚舍的小妹，祭司耶何亚大的某。阿他尼雅伫咧犹大国的时，约阿斯甲伊的年某做伙秘伫上帝的殿6年久。第7年，耶何亚大勇敢采取行动，调集带100兵的军官耶罗罕的囝阿撒利雅、约哈兰的囝以实玛利、俄比德的囝阿撒利雅、阿大雅的囝马西雅、谢基利的囝以利沙法来甲伊立约。因行透犹大，对犹大遐个城组织利未人甲以色列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。所有的会众伫上帝殿甲王立约。耶何亚大对因讲：恁看，王的囝伫遮，照上主对大卫后代的应允，伊一定着做王。呾恁着安尼做，恁遮的祭司甲利未人伫安息日值班的时，着1/3固守圣殿所有的门，1/3固守王宫，1/3固守军机门。会众拢着伫上主圣殿的埕，所有的人民拢毋通进入上主的殿，只有祭司甲伫服侍的利未人通入去，因为因有圣化归上主。所有的人民着遵守上主的命令。利未人着带军器，伫王的四围保护。所有进入圣殿的人着互伊死。王无论伫倒位，恁拢着跟随保护伊。利未人甲犹大众人拢照祭司耶何亚大的命令去做，逐个人带因的部下，无论安息日值班还是无值班的人拢来，因为祭司耶何亚大毋准因离开。祭司耶何亚大就将放伫上帝圣殿内面。大卫王的枪甲大细盾牌，交互遐个管100兵的军官。耶何亚大阁将军器分互人民，因伫祭坛甲圣殿遐，对殿的南边到北边，徛伫王的四围保护。因就带约阿斯出来，甲伊戴王冠，将有关王权的钥匙交互伊。耶何亚大甲伊遐个囝，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王，因话讲：元王万岁！阿他尼雅听到人民哪走哪学了王的声，就去到聚集伫上主圣殿的人民遐，看到王徛伫圣殿入口的条边，官长甲分喇叭的人徛伫王的边仔。国内的人民拢欢喜分喇叭，阁有唱歌的，用逐款的乐器带人民唱歌学乐。阿他尼雅就拆裂伊的衫，话讲：造反啦，造反啦！这时耶何亚大带遐个管100兵的军官出来，因为伊毋爱有人伫上主的圣殿互人杀死，就对因讲。甲伊对队伍的中间赶出去，要缀伊的，着互伊死。
因闪开两边，互阿塔尼亚过去。伊到进入王宫的马门，就伫遐互人杀死。亚亚大甲王以及人民做伙立约，要做上主的子民。对安尼，全国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，拍碎祭坛甲偶像，搁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。亚亚大派利未人做祭司的，负责固守上主的圣殿。这祭司是照大笔以前的规定，伫负责上主圣殿的职务，照摩西的律法，欢喜称赞，向上主献烧化祭。伊嘛派人固守上主圣殿这门，无论甚物缘故，礼仪上无清气的人，拢袂用得入去。亚亚大搁带军官甲贵族、民间的首领甲全国人民，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，对正门进入王宫，予伊坐王位。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，全城拢平静。阿塔尼亚已经互人杀死。等待时机，重新出发。当阿尔舍王杀死，阿塔尼亚夺下政权，佮下令处死犹太王室全家。约阿斯是犹太王室仅存的血脉，伊阿哥约士巴伫阿塔尼亚赶尽杀绝的时，甲伊救出来，创点圣殿6年，甲伊养育照顾。伫犹太政权受夺，人民违背上帝，信仰当然无存之下，约士巴的丈夫祭司耶和亚大犹原无绝望。伊失去地上，着安怎恢复王室？因为伊深信上帝对大笔的应允，拄亲像历代志下卷20章第7节所记，上主毋愿毁灭大笔的王朝，因为伊捌甲大笔立约，应允伊，讲伊的子孙要世世代代做王。因为安尼，耶和亚大照着上帝对大笔的应允，开始策划一项险峻的政治甲宗教改革，互大笔的子孙恢复做王。上重要是，伫犹太实行宗教改革，互王和人民重新甲上帝立约。伫这场宗教改革中，耶和亚大是关键人物。伊伫国家危难的时，倚靠上帝，带领人民推翻邪恶政权，辅佐年幼的约阿斯，用上帝的话教导伊，佮带领人民重新甲上帝立约，互人民得享平静安稳的生活。伫犹太的历史中，这是一个黑暗、罪恶满盈的世代，规个国家背离上帝，败坏到王室血脉，干那剩一个继承人的困境。总是上帝竞选祭司耶和亚大，伊一生敬虔听主，勇敢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不畏强权，行上帝眼中看做正确的事。伊尽心尽力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，上帝也大大赐福予这位忠心的仆人。历代志下卷24章15节记载，伊活到130岁高龄才去世。伊的忠心和信心为后世留了无样，人甲伊种点王室的墓园内，来纪念伊对人民和上帝所做的一切。1517年，马丁路德看到当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败坏，开始做一连串的改革。宗教改革历经崔运利、加尔文、约翰卫斯理、爱德华兹等这些先辈努力，
到今仔日，上帝要伫逐个世代竞选呼召伊的仆人勇敢出声，为真理继续改革。每一遍的宗教改革，拢是为着要互人更较认捌上帝，甲坚心信靠上帝，搁再一次回应甲上帝所立的约。伫当今的世界，咱也面临真侪困难和挑战，战争、极端气候、疾病等的问题时常困扰咱。但是亚和亚代的故事甲咱讲，无论拄着甚物困难，只要相信上帝、信靠上帝、坚持信仰，上帝兴起伊忠心的仆人来带领人脱离黑暗，行向光明。互咱斗阵学习亚和亚代的坚定信心，相信上帝的应允，搁伫困难中等待上帝引带，重新找到希望，迎接新的挑战。默想，上帝会用伊的方法，互信靠伊的人享受平安、和平、快乐的生活。当我伫困难中也有安尼的信心无？上帝会用伊的方法，互信靠伊的人享受平安、和平、快乐的生活。当我伫困难中也有安尼的信心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当我触点黑暗绝望的时，求你互我也保有亲像亚和亚代对你坚定不移的信心，持守你的应允，勇敢向着飘杆直走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